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橘子金蕉，台语安尼写，橘子金蕉。华语的一根香蕉，台语讲橘子金蕉。金蕉有的地头讲金蕉，有的地头讲金蕉。教育部的台语教典都收金蕉、金蕉这个讲法。金蕉的量词，也就是金蕉计算的单位是斤、甲皮、甲字。金蕉里的金蕉长，一整串一长串叫做一斤，每一斤通常有7皮，每一皮通常有16字到22字。人情世事，去探访亲友，或者是拜访客户，爱早盘手礼，心通早2串蕉、2皮金蕉，安尼就真实礼咯。回头讲橘子金蕉的字，象棋的棋子，麻将的麻雀字。还有五子棋，台语讲五子得。今仔日到下港佚佗要过暝，会记得早棋子、麻雀子甲五子得，安尼暗时才有二两。有人会使拍麻雀，有人会使算雀子仔，有人会使行五子得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橘子金蕉实在真趣味。